我今日都帶大家嚟呢條咧，就係芝加哥嘅橙線。芝加哥嘅呢個鐵路咧係非常之發達嘅，因為喺100幾年前咧，佢已經開始擁有佢自己嘅地鐵，而且呢個地鐵係非常之有特色，可以講係上天落地啦。因為咧上天嘅話咧，佢係有天頂嘅部分，而落地嘅話咧，佢係有地鐵嘅部分。咁所以咧，當你坐呢個芝加哥地鐵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同時享受到兩種唔同嘅特殊感覺咁嘅。咁咧，我哋而家除咗呢個咧就係橙線，就係當你係從美國國內坐飛機嘅時候，通常都會咧到達係芝加哥嘅密尼機場。咁呢個密尼機場咧就係通向直接去連接去市中心，美國市中心。我哋啱啱見到嘅咧就係譚桂平公園。譚桂平公園咧就係中國城嘅一個非常之有特色嘅中國公園。咁而嗰個中國公園裏邊咧見嘅嗰啲樹木咧就係從中國唔同嘅地方咧運過嚟嘅，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好似我哋會見到吹棉不寒楊柳空，我首詩裏面講到楊柳樹啦，佢係種咗喺嗰度，夏天嘅時候非常之靚嘅，好大棵，種咗10幾年咗。而咧係秋天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見到北京嘅香山嘅嗰個片片紅葉嘅楓樹。咁咧，我哋而家喺我哋面前嘅呢個咧就係市中心嘅遠景。我哋見到最高嗰個嗰棟大廈咧，就係著名嘅Willis Tower， 因為咧之前咧佢係叫 CS Tower 嘅，咁樣後尾就俾 Willis 嘅呢個集團收購咗，咁咧就叫 Willis Tower。咁樣呢個芝加哥嘅地鐵咧係穿咗東西南北啦。佢咧就係有好多條線嘅，你好似咧最出名、經常用嘅24小時開通嘅有紅線啦，就係貫穿95街到北面 Harvard， 就係直情係連接咗南同埋芝加哥嘅最南部同埋芝加哥嘅最北部。咁咧就係你坐佢嘅咧就可以係去南北兩度最盡嘅地方。咁樣咧而其他嘅線咧，好似係南線嘅話咧，就係會去到O'Hare機場。而橙線咧就會去密尼機場嘅。咁樣仲有其他嘅線，好似係中線紫線咁樣。仲有黃線嗰啲咧，就係去到其他唔同連接其他唔同嘅地段嘅，咁樣係非常之方便，而家價錢咧係適宜嘅。